免費禮品、健康講座、免費專家義診，呢啲睇似係充滿溫情嘅關愛嘅背後，你細估唔到呢，竟然係一個為老年人精心設計嘅詐騙圈套。近日廣州荔灣警方打掉咗一個保健品詐騙團伙，一舉抓獲咗120名違法犯罪嫌疑人。呢啲咁嘅詐騙團伙咧，通過對老人噓寒問暖咧，送少少禮品呢啲咁嘅手段，填補咗老人家本來就空虛嘅內心，迅速咁樣取得咗佢哋嘅信任。跟住就安排佢哋參加無牌嘅專家義診活動啦，專登咧就捏造啦，誇大老人嘅身體毛病啦，你衰啦，製造恐慌，引誘佢哋購買可治百病嗰啲神藥。你一79歲個廣州街坊郭阿姨兩公婆啱啱經歷咗呢個騙局，經過所謂專家把脈之後咧，就話俾佢聽：喂，你身體好多問題喎，你再唔食我呢啲藥咧，你好快老年痴呆嘅喎。佢兩公婆咧就被告知係唔治療好快就會中風。郭阿姨兩公婆求醫心切咧，前後俾人呃咗幾多？30幾萬陰公。更加可惡嘅係，為咗規避曝光風險，瘋狂咁同啲老人家洗腦，唔准拍照，唔准錄像，唔好話俾啲仔女聽，要隱瞞實情。30幾萬陰公，係幾多老人家慳食儉用，成世人先至存翻嚟嘅養老錢。據警方調查，所謂嘅呢啲咁嘅能治三高，什麼癌症痴呆中風呢啲疾病嘅所謂神藥，全部係出廠價只係幾毫子嘅麥芽糊精，騙子用啲咁低劣嘅成本，以30倍、100-200倍嘅高價，將呢啲咁嘅所謂藥賣俾幾百名老人家，淨係呃到手嘅贓款就達到咗驚人嘅500幾萬。呢啲咁嘅騙局之所以可以層出不窮，就係因為詐騙分子捉住老人家嗰種渴望身體健康、缺少陪伴嗰種心理，從情感關懷入手，一步步將個老人家引入精心設計嘅騙局。但係更加值得思考嘅係，點解呢一類騙局總係反覆上演呢？係咪因為騙子太狡猾呢？還係因為打擊力度唔夠呢？其實佢哋呃嘅唔係錢，係老人嘅孤獨。好似上面講到個郭阿姨話，佢哋經常上門嚟探我，陪我傾偈，幫我做家務，我真係將佢當成自己嘅仔女睇㗎。佢講咩我梗係信啦。呢啲咁嘅說話比任何詐騙術都讓人心酸。老人缺嘅唔係辨別力，係陪伴。一杯熱茶，一句阿姨你注意保重下，比任何產品說明都好使得多啦。好啦，最後喺度呢，我仲係要俾所有嘅中老年朋友提嘅醒，唔好輕信特效保健品，祖傳秘方。保健品唔等於藥品，唔好貪小便宜啊！天唔會自己抌個大餅落嚟俾你㗎。好多都係詐騙啊！一旦有發現被呃嘅跡象，你唔好怕仔女怪責你，第一時間話俾佢哋聽，保存好你哋嘅聊天記錄證據票據，即刻報警拉人。